桃园市的空服员职业工会今仔嘛指出讲，中央航空有性别歧视，女性的空服人员最好只会当穿裙。若是有新要转地勤，薪水甲薪资拢会受到影响。因呼吁中央就应该爱提供因多元的选择。中央嘛有做出回应。 下属的军装搭配官大衣，这是目前国境航空女性空服员共同穿插特色。不过，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加中央航空企业工会指出，空服员上界重要任务就是协助旅客逃生。不过，女性空服员敢军装的选择根本不利紧急状况，嘛牵涉到性别歧视。 空服员在受训的时候，我们穿的都是连身的工作装，穿的是球鞋。公司之所以让我们这样子去受训，这样子去做紧急逃生的准备，就表示说，其实他心里是知道裙装是非常不适合。对这代志，中央航空是回应，员工制服设计考虑公司整体形象加企业识别以外，符合国际礼仪，而且兼有出行便利性。男女客舱组员服装仪容拢各有规定。 甲性别歧视是无关系。不过民间团体是认为，国际有不少航空公司拢已经开始提供女性空服员有扩充的选择，呼吁国际航空业者嘛应该予女性空服员更加多元的选择。女性空服员会被要求要化妆、要穿裙装、要穿高跟鞋，再次强化了这个性别刻板印象。那这个完全跟我们现在相关的这些规定是完全背道而驰的。 另外，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嘛指出，中央航空对有新的空服员拢会要求调职，地属奖金甲年终的积分拢会影响，这是对女性职员无友善。中央航空是回应讲，对有新的客舱组员，拢会依照当事人的申请安排做一寡地面的勤务，也是留职停薪，嘛会照个人的需求协助依法申请育婴停职留薪相关的作业，拢是依法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